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我还能说什么呀？只能说啊，我今天就不该来。二表哥随时都可以来，只是不用带太多的心思。这位叶女侠，今天还杀我吗？那我就先走一步了。你怎么不问问我呢？怎么，小范大人要亲自动手啊？麻烦举个杯。你在酒里下毒？京都那么多人，每天都有人死，除了可惜，我还应该说什么？你还想让我说什么？不信，你敢当着这么多人杀我啊？什么毒啊？什么毒啊？解药在哪儿呢？生死无常，咱们呀，看开点儿。这话是我今天刚学的，还真不错。殿下，跟你开个玩笑，怎么当真了？来，拿着。这又是什么呀？我说这是解药，你敢信吗？老二，咱不打扰他。我逃不了，叶家满门都在京都，全家走也不是不行啊。不太可能。叶家世受皇恩，皆有军职，怎么可能逃到边境？听着都像造反。不去边境也可以去儋州。我刚来京都那会儿，天天想逃回儋州。你也想逃？若不是我遇到的是婉儿，我早就逃了。为了婚事，你敢抗旨？后半生比圣旨重要。也对，别人不敢说，但小范大人是哪哪都敢去。别说当年，就是现在，要是真心想走，北齐也不在话下。毕竟交友广泛。小范大人在北齐的传闻，其实都不是真的，尤其是多情二字。殿下，咱们这儿没人提这二字啊。可是传闻很多啊，你和朵朵谁不知道？全天下都认为你小范大人和我北齐圣女海棠朵朵心有灵犀，情根深重，相见恨晚。修辞可以不用这么多。这些传闻，郡主都听过吧？早就听过了。所以这次前来拜访，就是为了辟谣小范大人与朵朵绝无私情。传闻是假的，不能说假，那些事情倒是都有。都有是吧？是，
什么殿上诉衷情、寿宴双飞舞啊，都是真的。真的是吧？但是这些都是逢场作戏。小范大人与朵朵只是性情相投，有些默契而已，其他情愫绝对没有。有些默契，是吧？殿下啊，你说你马呢？不是，我是说你的战马呢？在门口啊。我能去看看吗？那你去呗。那你能带我去吗？哦，好吧，那我陪他去看一下。殿下，您就跟我交句实话，您到底是干嘛来的？母后与我交代过，小范大人未来掌管内库，与我北齐有生意往来，所以于公于私，我都要保护你。保护我？对呀，我特地来见郡主，就是为了帮你澄清误会。澄清？那我真得多谢您啊！应该的。不劳殿下费心，婉儿这边啊，我自己能应对。你自己可以吗？本来可以的。那就好。那就说回正事吧。还有正事啊？你与李承泽争斗，我听说了，我们可以帮你。你们？你要斗倒皇子，起因就是他暗中与沈仲走私。证据不足，只能转为惩贪。证据可以有，我可以飞鸽传书回北齐，他们暗中勾结的证据，你要多少，我给你多少，保证让他百口莫辩。已经飞鸽了？还未，看你选择时机。殿下，您这个时候让北齐那边送来证据，百口莫辩的不是李承泽，是我。为何这么说啊？顺序错了。若是北齐先送来证据，我再参他，这叫做顺理成章。现在所有人都知道我和他撕破了脸，北齐再这么配合，直接把证据送过来，别人怎么看啊？通敌的是他还是我呀？这个顾虑倒是真的，可是若不牵扯通敌，怎样才能斗倒一个皇子啊？不劳殿下费心，方法我自己想。有什么需要北齐支援，尽管开口。多谢多谢多谢。来都来了，你的马呢？牵过来看看。牵什么？马呀。你这不喂着呢吗？就它啊？这也不是马呀。怎么不是？集市上买的就这一匹，我刚刚还骑了风驰电掣的。我觉着啊，范闲留在北齐，可能真是为求保命，才会故布迷阵。婉儿，你放心，如果他真跟那个什么圣女有关系，我替你揍他。多谢大表哥。我刚才就想问，在京都集市上能买到战马吗？怎么可能啊？集市买战马，马贩子不要脑袋了。那你们买了个什么？骡子。骡子？他也不能风驰电掣呀，这都拉货的。那他怎么说是战马？他一直说什么大齐皇室有债必还，你一定要赔我马。我想着也不能扫了人的兴致。他怎么会跟你去买马？赔马呀！刚才不是说了吗？不，我意思是他护卫呢？有我在，要什么护卫？你护卫呢？我杀上朝回来的，京都闲逛要护卫。你一个人去约他，他就单独跟你出来了？因为要赔马呀，有什么问题？没有，特别好，真的。
被马贩子给骗了。谁被谁给骗了？他毕竟是皇子，想必跟我一样，生来便被重重保护。就算去了边军，估计也不会让他真的涉险，所以跟我一样，骡马分不清。这也能找到解释？皇室子弟总有无奈，你别告诉他，不然他多尴尬。如果范闲没说穿，你们啊也别拆穿真相，没必要让他难堪。唉，怎么了？真是羡慕。抱歉，没法比。大哥在边军多年，行诗飒爽，我学不来。不过是粗鲁罢了。期待大哥未来日子再回边军，杀敌立功。承你吉言。不过呀，这未来要是大庆与北齐战事再起，不光要依靠大哥武艺，也要仰仗我们小范大人了。不说圣女，就连大公主对小范大人都是另眼所看，可见啊，此次出行收获非浅。二表哥今日能来看我，我很高兴。我也知道，二表哥今日并非真是为了看我。你想多了。我知道，近日朝堂起风波，我也知道，范闲与二表哥互有争锋。婉儿，这些事啊，与你无关。二表哥，我毕竟从小也是在宫里长大的，你的行事手段我都看着，你说的每一句话，做的每一件事，绝对不会无的放矢。今日你来，话是说了很多，其实也就4个字：釜底抽薪。哦，怎么说？陛下旨意，与我成婚者，接手内库财权。今日二表哥话里话外，抱月楼也好，北齐传闻也罢，无非就是让我心生芥蒂，毁去婚约。范闲没了财权，自然无法再与二表哥争斗。二表哥，这才是你真正的目的。在你心中啊，我就只有心机手段，没有一丝真情实意。当然有，只是藏太深，没人看得见。这是京都啊，人心这东西，谁不想好好藏？我不想藏。二表哥，今天我就告诉你，林婉儿和范闲的婚约绝不会变。哎。算了，我也进去吧。逃避又能逃哪儿去？总要面对。是要面对，现实着实残酷，却又无处可逃。二表哥话里有话，不如直抒胸臆。本来想要瞒你，但想想范家和鲍玉楼这么大的事儿，你应该听说了吧？当然，我来是想替范闲解释一下，鲍玉楼这产业是范思哲的，与他无关，你不要太怪他。原来是这样。他偷偷放范思哲走也情有可原，毕竟血脉相连嘛。只是这产业终究残忍了些，这2天还有个歌妓被活活打死，对人命还是应该有些敬畏的。你呢，没事劝劝他们，这产业啊，能不做就别做了。哎，对了，话说回来，范闲回京都这么久了，有没有来看过你啊？
好意思啊，手滑了。太快啊，太慢了吧？这还失控了？你看什么看？就是说你呢，啊！你给我听好了啊！你不许学他，知道吗？咱得学好，学好啊，有草吃啊！嘿嘿嘿。哎，殿下，你不是范闲身边那个吗？对对对，是我。殿下真是博闻强记呀，还记得我。哎。在城外，我的战马就是被你打死的。不是我，那是高达，站我旁边那个。你们两个一起的。殿下您别误会啊，我比较温和，这高达比较暴躁啊。你叫什么来着？在下邓子越。邓子越，之前是这名。正是啊。邓某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。人呢？进去了吗？谁呀？刚才那个北齐大公主啊，她路过，走了，去哪儿了？那边。你怎么没拦她呀？我哪敢拦公主啊？她是来见婉儿的。她刚才没来得及说。我去把她找来。哎。邓子越，记住了。邓某惶恐啊，子越惶恐啊，邓子越惶恐啊！怎么受了这么多？在北齐受苦了？没有，我怎么可能让自己受苦呢？我在北齐可威风了。再说了，收点精神。那可别弄垮了身子。对不起啊，这段时间让你担心了。本来呢是应该一回京都就来见你，但是陛下把我叫走了，之后一直琐事不断，麻烦缠身，拖到现在才来，是我错了。可你不该今日来，你不是病着呢吗？没事，装的。装的。那你爹呢？也一样，也是装的。家风使然。你可别逞强，保证不会。全家装病，这算不算17军啊？我还得替你瞒着。殿下少说两句，不然我一会儿还手滑。气性真大。你问婉儿，我来这一趟可都是在替你说话。你要是觉着心烦，咱送客。这么无情啊？不用。有些事情不如当面说清楚。抱月楼外惨死那姑娘，她姓金，你知道吗？我该知道吗？
怎么听起来你们很熟啊？阿爹也是死在抱月楼外，这么巧啊？怎么死的呀？怎么死的？逼良为娼，家破人亡。那你得赶紧劝劝范思哲，让他投案。2条人命，你就没什么想说的？可惜，没了。我还说什么呀？京都这么多人，每天都有人死，撞到谁头上我能预测呀？除了可惜，你让我说什么？嗯？说实话，你能是这心态，我确实佩服。生死无常，很难写。这话说得好，我记住。敬所有无辜死去的百姓。他饿了怎么办？就这么会儿，没事儿。哦，这有草，饿不了。哎，我们不事先通报，直接来见林郡主，会不会有些不合礼数？不要紧，婉儿跟我自家妹妹一样。怎么了？头发乱了。好了吗？好了。对不住，对不住，我在兵营里面帮着整理盔甲，整理惯了，是我失礼，对不起啊，我向你道歉。我接受你的道歉，下次别这样了。干什么？要不我歃血为誓。这是我们北齐的习惯。我这个人是不是太粗鲁了？边军这么些年，有些习惯啊，一下子改不了。不使率真，倒也是好事。啊？咋了？这边。哦。小时候呀，就没事来这混饭，味道没怎么变。是吗？那大表哥多吃点儿。我刚刚进来的时候，气氛不对呀。我还瞧见没什么怪的。倒是你们二位，这是……我欠他一匹马，
什么马？我们刚去了集市，将马买了。大齐皇室向来坦荡，绝不谦让。买马？嗯，我刚试骑了，庆国战马，倒也风驰电掣。京都集市上买的战马？那逛累了，公主想要认识你，我就把人领来了。公主请。刚刚聊什么了？感觉杀气腾腾啊！大哥说笑了，就是闲聊。我在边军待这么久，杀气不太会看错。你知道我的，我从来都是能退退，能让让。真的吗？我敬你，敬我，赔罪的，我不该拿刀指你。没事，总比照脸扔过来强。你有心上人吗？什么？就是那种以身相许、青梅竹马。没有。我也没有。好事，未来成婚，你我多少些痛苦。怎么了？我刚刚一直在看你，在看我？想看仔细点儿，之前没有端详过。喝醉了？我是喝酒了，但我很清醒。殿下，我看了你好一会儿，你很有特色，但我还是没法喜欢你。所以呢？你对我呢？差不多。那咱们应该共同努力，把这婚约给退了。怎么退？你刚刚不是说能退就退吗？不是一码事儿，这是陛下赐婚。那咱俩之间毫无感情啊，重要吗？这不重要吗？婚约定的是下半生，信命吗？你不会告诉我咱俩之间的婚约是命中注定的？人生在世，命运所人。对于你我二人来说，陛下的旨意就是天命。既然无法反抗，只能接受。那就不能想想办法吗？那你问问在座的各位，都是赐婚，你问问他们想过逃吗？早就想过啊。从边境回京那会儿，途中几家驿站，我都留好了马匹。留马？为什么？我想着，咱们也该见见公主吧。如果见了还行，那没什么好说。如果不行呢？京都书城驿站换马一路不停，没几天就能到边境。你准备什么时候逃离京都？怎么谋划的？我能一块参谋参谋吗？你帮我参谋逃婚？我从小到大就想逃出皇城，只不过都是做梦罢了。没想到遇上一个真的，这方面我有很多构想，也许我可以帮你。暂时不用。为什么？现在看来，不需要他。那你若是想逃，告诉我一声。好，保证第一个跟你说。你若不愿私婚的话，也可以考虑看看逃去边境，那里山高水远，无拘无束。这么点小事儿不成问题。叶小姐来了。叶灵儿，晚上来了吗？真病了？没有，装的。哦，那我会转达给马儿的。他是有什么话要你带给我吗？你又没病，就不转达了。那你帮我告诉他一声，我很想他。知道啦。大人，您这是真性情哈，您赶紧坐下吧。大人，那个圆梦和靖王世子的消息是，散播出去了，
而且从结果上来看吧，百姓确实还是更相信您一些。那你还叹什么气呀？发什么愁啊？因为近来六部之间有一些传闻，说的可难听了，说是大人他以权谋私。哦，这话怎么讲啊？督察院彻查贪官，那说都是大人在背后指使的，那证据就是被查那些贪官都是二殿下的亲信嘛。所以范闲这所谓查贪惩奸，不过就是党争罢了。借大义是幌子，与李承则为敌才是底子。大人您都听说了？听你这么一提，猜出来了。那这传闻有什么问题啊？这堂上的诸公不都是这样啊？但是我不行啊，我的背后是监察院，大义这幌子，我能用第一次，就能用第二次。我今天能用这手段对付李承则，明天啊，就能用同样的手段对付京都的每一位朝臣。来，喝点水。那到时候啊，就会人人自危，大人就会成为众矢之的。这还没法解释，除非能让他们觉得我没那么阴险，就是年轻莽撞。妙啊，此计甚妙。大人，该怎么干呀？大人，您干嘛去？见婉儿。大人，不合适，真的不合适。您别往现在对外，您是有病，你有谁说不是呢？你有药啊？不是你有病，你哪有上京溜达的呀？那是我未婚妻。那就更荒唐了。让京都百官觉得我荒唐些，有什么不对吗？妙啊！老邓回医处，圆梦和靖王世子的消息继续散，他们要的是官场，我要的是民心。是。大人，您好歹得做着这个啊！咱现在是重病啊！圆梦跟世子的关系已经传遍大街小巷了。小范大人身为监察院提司，想传播个消息，轻而易举。世子一直跟殿下走得很近，已经有人在猜这抱月楼背后不简单了。无妨，坊间传闻嘛，这点我跟范闲倒是英雄所见略同。他有传播，我何尝不是啊？殿下已经传播谣言了，坊间未曾听闻啊。坊间咱们斗不过，百姓嘛，天生恨贪官，这点范闲占了先手。我的消息啊，只送官场。殿下，这京都官场好人可不算多，未必有人会在乎人命关天。可他们在乎他们自己呀，不能老在家待着，走个亲戚。走个亲戚，赶在这个时间。我这个人吧，有个重要的品质，叫落井下石。你在这儿干嘛呢？磨刀啊！你怎么来了？你不是装病了吗？婉儿在吗？屋里呢。哎，对了，顺便问你一句啊，这怎么院门口开着，一个守门的也没有啊？都在屋里，防刺客。有人要对婉儿不利？不是刺婉儿，那还能刺谁啊？二表哥，这顿饭是一定要吃吗？
什么二表哥，叫二哥，自家兄妹叫生分了。都这时间了，我串个亲戚蹭个饭，你好意思赶我走啊？命重要还是饭重要？我都要。李承泽来了，你说有人要杀他，谁要杀他？我。你要杀李承泽，不然我摸什么刀？他可是当朝皇子，你想过这么做的后果吗？想过，不管怎么样，我都死定了。那你还要杀他？陛下赐婚，不愿意。我也不愿意啊。说句实话，全京都这么多大家闺秀，就这位叶女侠的气质跟我最不搭。他不愿意，你也不愿意，那就好办多了，把婚事退了不就行了？我们愿不愿意重要吗？陛下赐婚，金口玉言。婉儿，我问你，假设你跟范闲第一次相见就互看生厌，你们的结果会有什么不一样吗？你们的结果还会是一样，你们天生一对，因为这是陛下的旨意。其实我们的婚事跟我们无关，婉儿，你只是运气好。干什么？他脖子可没这柱子硬，这刀够快了，杀人足够。你根本就不敢杀他，你所谓横刀只不过是摆个姿态，告诉所有人你心里不满，然后指望借着气势把他吓走。你只不过在逃避罢了。对，我确实不敢杀他，我甚至连京都都不敢逃出去，因为我走了，就是抗旨，叶家担不起，所以我只能逃避。你不敢杀他，我可以帮你啊。这什么？剧毒，服下半日后七窍流血而亡。半日之后啊，没有人想到咱俩动的手。你疯了？你不是讨厌这婚约吗？那也不能杀人呐！你们有多大仇，非要毒死他才能解恨？你说的对，我想错了，不能毒死。走吧，我进去看看。你呢？进不进祠堂也不要紧，还是姓范。至于闯祸嘛，臣多教他；真惹了事儿，臣给他担着。陛下，你看他就是这个脾气，也就是陛下能体谅的。朕够体谅你们吧？可是谁体谅朕呢？陛下这意思是，范闲跟老二在殿上闹成这个样子，你们连劝劝都没有，为什么？说他走私，可什么实证也没查着，转头又去查贪腐，你们来回帮腔，是查贪腐吗？你们这是在查朕的儿子，真以为我一点亲情都不念吗？我可一句话都没说，都是陈琳琳帮腔。陛下，老臣觉得，如果这个争端起了之后，不如把它闹大。他是朕的儿子，他也是庆国的皇子。陛下，二殿下从小聪慧，经营多年，现在羽翼已丰，他本人没有任何问题，只是他身边有很多心怀叵测之人，应该清扫一下。哼，清扫。你们这是想清扫朕的儿子？
能帮陛下清理门户的只有范闲。怕就怕鸟尽弓藏。不会的，范闲聪慧，只会把别人当刀使。今日朝上你也瞧见了，太子门下煽风点火，这种争斗，范闲就不该牵扯进去。不是太子，明明是太子门下。不是太子。太子门下不是太子指使，还能是谁？庆国国法森严，朕与有容焉。什么意思？今天在朝上有一句话，陛下很不高兴。哪一句？陛下万圣之君，没什么看不得，只是臣领六部，有为陛下分忧之责。若烦劳陛下，长此以往，只怕六部懈怠，法令不彰。这话没错。怂恿太子门下的是凌相，他想挑起皇子之争，可这么做对他有什么好处？也是想再看一看庆国未来之王是谁。这眼光未免放得太远了。不光是眼光吧，是手伸得太长。凭良心说啊，自打你来到京都，我对你一直是欣赏有加，乃至掏心掏肺。凭什么？那俩字儿没听清楚。哪怕到如今这步田地，我依然能再退一步。名册上那些，查就查了。我希望呢，到此为止。做人嘛，别太过分。天下这句“别太过分”可就太过分了。怎么查查到哪儿那是国法，可不能讨价还价。不信你去问问督察院那些御史。我人往死了逼，又没犯法，你怕什么？我不怕死。你可真勇敢。京都城内谁都会死，但不是我。殿下慎言，老活着不死的，可都长了壳。小范大人如今自然是意气风发，遵纪守法，自然活得踏实。就是在京都待的时间不长，有时候待久了，人脉总会多些。殿下说的对啊，来得晚，没人脉。不过好在范某总有些职务在身，怎么看也不是孤身一人。我知道你送范思哲北上，殿下什么都知道。你也太狠心，天寒地冻的，怎么忍心送自家弟弟去北齐受苦？我这个人心软，见不得兄弟离散，因此就派人跟了过去。算算时间，这会儿也该把人接回来了。殿下重感情，要是交朋友再小心些，就完美了。我马车在前面，你呢就别送了，等思哲回来再聚。好走，来日方长。
死者傻眼眼真被他们抓回来，那事儿可就不好办了。李安，在。你说的没错，什么？是得有个回应，不能示弱。该怎么做？听说抱月楼出了命案。暴玉？没有啊。这不才听说吗？属下明白了。照名册查下来啊，京都之内钱财有问题的官吏，着实不少啊。都是蠹虫，全都跟上！侦查吧，现在看这一串查下来，多少都与二殿下有所往来。皇子而已，身为御史，就该有连陛下也敢参的气魄。查，往深里查，要让陛下看看，不光是他们监察院会做事情。出命案了！出命案了！出命案了！哪里？大青楼，叫抱月楼，有人在门口打死了楼内的一名歌妓。那是清都府的事，与我们无关。抱月楼的管事不见了，但是留了一封信给京都府，说这抱月楼的东家是范思哲。范思哲，范建的儿子，范闲的弟弟。范家开青楼，据说是逼良为娼。那个歌妓，她的死或许就跟这有关系。京都府查了吗？不只是京都府啊，范闲也亲自去了。范闲，他这是要干扰京都府办案呐。大人，这人就是被活活打死的，周围很多人都看见了，仵作正往这儿赶呢，死因应该不会有偏差。还有，圆梦不见了，京都府正在查。大人，大人，那个圆梦留了封信，说这抱月楼的东家就是范思哲，而且楼里边逼良为娼，时常打骂。这个信一样的，还给京都府送了一份。死者是谁？是楼里的歌妓。这是金家姑娘，她怎么还在抱月楼？我不是给她卖身契让她回家吗？大人，但凡这姑娘进了这种地方，她一辈子
都要打上青楼的烙印。再说老金头已经没了，这姑娘她哪儿还有家呀？凶手这是故意选的。大人，目睹行凶过程的护院说，那3个人进了院内，未曾询问，也未曾拣选，只是第一眼看见这位金姑娘就动手了，直到活活打死也没问过她究竟是谁。这就是随便挑的。或许他们根本不在乎死的是谁吧。就在那个地方。凶手呢？大人，他们行凶之后就离开了，行踪我们正在追查。别让凶手出京都。大人放心，绝对不让这些凶手逃出升天门。我不是让人守住抱月楼，禁止有人进出吗？守了，大人。杀人者身手过人，他们就是想让这事儿跟您扯上关系，咱是防不胜防啊。因为在他们眼里，人命就跟草芥一样，死的是谁都一样。老天都看不下去了。邓子越，全力追捕袁茂。是。撕开青楼，这本来就坏了朝官和读书人的名声，用逼良为娼，闹出命案，天理难容。我这就写折子。他范思哲，不仅是范思哲，还有范建、范闲。范家的人做出此等事情来，必须得有一个交代。这会儿还在查贪腐，已经不少人牵扯进去，难道还要拉上范家？纠察百官，职责所在，管他是谁，绝不退缩。终于雨停了，最烦下雨天。对了，那死了的歌妓叫什么名字？这我还真不知道，要不我去查查。算了，无所谓的。谁会记得呢？你说，这下一场雨会死多少蚂蚁？殿下，都安排好了，那3名凶犯落网之时，才是范闲真正的没落。范兄，世子怎么来了？我向天发誓，我真的不知道圆梦去了哪里，我与此事也当真无关。放心，我会好好查，不会冤枉人。范兄，我知道你在追查此案，能不能麻烦你不要把我和圆梦的关系说出去？毕竟牵连人命，与名声有碍。范兄，你等一下，你也帮我跟若若说一声，自从赐婚之后，我再也没见过圆梦。世子，别再跟着老二了，啊！我不希望有一天亲手拿你。您找我？抱月楼的事儿，我已经知道了。范闲惹祸，连累家里了。哎呀，一家人说什么连累呀？
没做错事的人，无需致歉。不过您放心，范思哲送走的及时，抱月楼这事儿啊，绝对跟他扯不上关系。人家要斗的可不是范思哲。是。督察员赖明成又准备上折子了。应该的。不生气？督察院这些御史，其实人还不错，应该可以做朋友。这次备参，你打算如何应对呢？不做应对，查到凶犯之前，暂不上朝。于理不合。爹，你信得过我吗？对范闲的事儿，你怎么看？说实话。陛下是说抱月楼一事？随便。儿臣以为此事有些许蹊跷，这朝堂之上正在查贪，恰巧在这时蹦出来抱月楼一事，在儿臣看来，有点像是栽赃陷害啊。朕听不见。儿臣以为是栽赃陷害。你真的这么认为？那天在殿上为赖明成摇旗呐喊的都是你的门下，为什么？陛下，儿臣发誓，此事儿臣并不知晓啊。这么点小事给你慌成这个样子。陛下根本不在意，在陛下心里，我这个皇后，怕是连模样也记不清了。他让你来，是怕你没听懂。说说吧。他都跟你讲了些什么？这还能说什么？范家父子一起染病，这鬼话谁能相信？是没人信，可人家说了染了病，这不能逼着上朝啊！这要传出去，倒显得我们太蛮横了。那范思哲呢？说不在京都啊。去哪儿了？问清楚，抓回来审。不知道去哪儿了。范家父子染病，不见客啊。我就不相信他们会一直病下去。那如今该怎么办？等吧，毕竟抱月楼命案的凶犯还没有落网。这段日子继续查贪腐，范家和贪官一个也不放过。是，大人。抱月楼的事，民间已经传开了。此时猜疑范家的人确实不少，只是这范闲毕竟有失先之明。也有不少人猜测此事另有隐情。会写诗可真好。凶犯是不是应该落网？不急，这么快落网，太刻意。范家这会儿全家高病，不见客不上朝，这事儿总不能一直拖下去。是想拖到抓到凶手吗？可染病了，得治。治病？请太医院最好的太医。走趟范府，给瞧瞧，会不会不见？染病了就不见医，听着有点不太合情理。若是查了无病，那便是欺君。我去办。你保范家做什么？他有说过要投入你门下？那倒没有，但毕竟是跟二哥作对。那就让他们去斗，你安心看着就好，何必亲自下场？毕竟也算同盟。
所以他才那么说的。让你给个态度，是要让你看清楚他们争斗的细节；让你坐稳些，是让你哪怕看清了，也别胡乱下场，冷眼旁观，瞧他们争。超然于物外，方能以身化天机。他是在教你怎么做太子。一定要让人猜，就不能直说。天子之心，人生难测。至于在朝上替赖明成摇旗呐喊，其实陛下知道，那不是我安排的。他只是想再确认一下罢了。那能是谁？毕竟范闲是黎相未来女婿。林若甫，你猜到了？我知道，陛下也知道。刚才陛下的那番提点，其实你都听懂了，根本没必要来问我。听听母后教诲，儿臣心里还是高兴的。既然听懂了，还故作愚钝。母后，那做太子的，愚钝不就是聪慧吗？是太子，更是夫子。其实你很像他。误伤其类，这词儿怎么能用在这儿呢？依我看，这词早晚得用上。难为你了。儿臣乃太子，坐镇东宫，万众敬仰。兄弟极限，何谈难为啊！哎，老大，哎，来一个，别客气啊！大人做的这点心啊，人间美味啊！来来来，烫啊！哦，嘿，我家爸爸最爱啊！来来来，坐坐，快点吃。客气客气，不用不用。来来来来来，又坐坐。哎，怎么不吃啊？热着好吃。啊，大人，这不是现下正当值吗？我还是带回去细细品尝。窦鱼，你这还是没放开呀？是不相信我？属下知错了。我明白，你还想再看看，看看我到底是不是那个值得你唤醒自己的人。起来吧。是。医处那边都安排好了啊，都安排好了。医处的同僚可以说是摩拳擦掌，群情激愤啊！自从您在殿庭对峙之后，大家都觉得对您的敬仰简直是无以复加。尤其是我觉得我就像找到了指路的明灯一般。敬仰的不是我，是陈院长站在我这头。我这年纪，他们敬仰不了。别人或许如此，但是我跟他们是不同的。有何不同？你看，您这个借力打力，简直是妙极了！借督察院的手，行承贪之风，绝了啊！可以说您就是文韬武略，足智多谋啊！那你先把这糕吃了。我还是回去吃吧。监察院的规矩，凡入院者，当差之时不可食院外饮食，是这条吧？你是怕坏了这规矩？是。低头哈腰、恭顺圆滑，这些你可全占了，却偏偏要守这么一条没人在意的规矩。邓子越，你活得挺矛盾。我是蠢，我还是回去吃啊。你呀，老王，
你看看人家，我要是跟他学呀，您早得烦死我。老邓、老王都是栋梁。哎，对。哥，你先把气儿喘匀了再说话。太医来了。哎，谈的是哪位太医啊？管他是哪位呢？哥，说是二殿下担心范府病情，让太医给瞧病。这会儿姨娘正领着往爹屋里走呢，怎么办呀？我先去拦他一道。你拦他干什么呀？拦不行啊，这红光满面，怎么看都不像是生病。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咱爹没病，你就不高兴了？哥，放心，爹可以的。啊？病这种事儿，心诚则灵。李太医，这没多大点事儿，还劳烦您亲自跑一趟。应该的。来，这边请，小心台阶啊。夫人这是找什么？没什么。范尚书在屋里吧？在吧。我去看看。要不先喝口茶？不用，看病要紧。这也不出来拦一下，起码打个招呼。啊？没什么。我说这病啊，突然就来了，也不提前打个招呼。病来如山倒，夫人放宽心，我进去瞧瞧。哎，既然这太医也来了，看来时机也差不多，让医处把消息散出去。是。脸色这么难看，会不会绝症啊？先不慌。哥，爹生病了？没有，身体比我都好。那怎么办？太医查出来怎么办？没病那就更严重喽。那肯定，那是七缺。若若，你想想，身体抱恙不能上朝，除了是生病，还能是什么？范尚书，范尚书，请把舌头伸出来看看。范尚书，好好休息。不，你自个儿喝吗？我喝它干什么呀？太医也不来看你呀。我中毒没人信，大家都知道我是废界的徒弟。那大家会不会怀疑这毒是你下的？不可能，儿子给爹下毒，说出去谁信啊？那还是人吗？我是不是骂着我自个儿了？也不算啊。大人是诗仙啊，是仙就不是人，不是人就骂不到。你这不还是骂我呢吗？是都能圆上。辛苦你了啊，太医！辛苦了，太医，连口茶都没喝。范闲，太医来了，你醒了吗？范闲啊，起来见见太医吧，过来给你看病的。范闲，范闲，夫人，不必客套。小范大人有病在身，恐行动不便，咱们还是进去吧。姨娘来了。范闲呀，这位是专程从太医院赶来给你瞧病的。多谢。哎呀，大人，大人呐！哎呀，您说说您啊，本来您应该在床上静养休息的，您偏要起来。您说什么？要对姨娘恭敬，要对太医感激感激。
大人想想办法。我会尽全力。这脉象又是中毒？不是中毒，你家大人有没有被什么撞过？撞过吗？怎么了？他气血紊乱，不像生病，更像重伤。大人，吃了吗？没吃呢。没吃，回家吃去吧。啊？不是，这是撞糊涂了吧？谁派你来的？二殿下，替我谢谢你，必定转告。姨娘，务必让太医吃了饭再回去啊。回头就交代后厨。大人，小范大人身体虚弱，赶紧推到房间里休息，我这就开个药方。拜托您了，先生。必须的。咱们大庆呢，还是好人多呀。要不吃了再走？为保万无一失，咱们再来一遍。来，听说过抱月楼吗？知道，范家小公子开的，出人命那个。有人瞧着过，包月楼的管事是个圆梦啊。那可是流金河的袁大家。听说那是靖王世子的枕边人。大家记住了，一定要迅速把这个消息给我传遍京都的每一个角落。兹事体大，有劳诸位了。为了大庆，为了大庆，快！时间很紧，不得有失啊！真是这么说的？是。太医回来后说了，范建中毒，范闲重伤。他还说他行医多年，绝不会看错。范建的毒啊，是范闲下的。范闲？不会吧？你瞧，说了你都不信，说出去能有用吗？毒我能理解，范闲的伤哪来的呀？大人，您真的没事吗？没事儿，都是表演。表演为何物啊？就是做戏，晒会儿太阳就好了。哎，今儿怎么没太阳了？哥，这太医开的方子。